導演突然間打電話俾我，講個好消息俾你聽。咁，我哋被選咗做全球首播。導演當然好開心，因為係佢嘅第一部電影第一部電影就被選中，咁佢極之開心，好興奮。我嘅心情都係好開心，好興奮，因為能夠參與到呢部戲，同埋能夠攞到咁嘅榮譽咧，所以係極之興奮同埋開心。呢部電影叫《High Wire》咧，即係踩鋼線啊。咁基本呢部電影就係講緊一個中國嘅家庭的故事。其實我係當喺英國移民咗去英國幾十年啦。咁然後我個女咧都係喺英國出世嘅。古仔原來就係講緊兩代之間喺唔同嘅地方，即係喺一個唔係屬於自己土生土長嘅地方，裡面係有各自有理想。年紀大嘅或者係後生嘅，佢哋都有諗法唔同。咁點呢？會唔會摩擦呢？會唔會引起衝突呢？其實導演Cliff 咧，亦都係呢個戲嘅編劇嚟。我哋都大家係坐低去研究每一場戲裏面咧，究竟點樣？因為我女其實都係一個新嘅演員，但係佢都好有 potential 嘅。佢都會問點解嘅。我好喜歡大家一齊問點解嘅，因為 once 你問點解就即係你都有一個要求，同埋佢想追求一個更加貼個劇本裡面個劇情去做。傾嘅時候，大家都覺得係咁樣會更加嘅衝突，或者係嗰個感情會更加強烈，係有嘅。最開心嘅就係話演員、導演同埋啲 crew， 大家完全投入咗落嗰場戲。當然某啲位我哋會知，但係去到演嘅時候，嗰種突然間因情緒而改變，而去到其實大家都喺度定喺度，同埋個女拍完之後佢都喊，即係代表咗佢係好投入。其實我就覺得無論世界各地，無論你身處何方，父女之間係唔會有隔夜仇。一個家庭基本唔需要有邊個係贏同埋輸，一個家就係一個家。呢個新導演啊 Cliff 咧，佢係一個肯聽演員俾意見嘅導演。咁因為呢個戲都喺個角色同埋喺演繹方式咧，我同佢傾咗之後，佢接受咧都有少少係 comedy 嘅演法嚟嘅。係啊，咁所以 comedy 咧，其實喺一個佢自己都講 comedy 係要拿捏到嗰個幽默感，嗰個笑位咧，有時係困難嘅。咁佢即時喺拍嘅時候，佢都會睇得到，同埋佢會拿捏得到，睇住 rehearsal 會拿捏得到。咁係有 potential 啦，冇 potential 佢嘅第一部戲點會被揀選咗啦？咁我都好期待，希望能夠佢可以繼續加油，繼續拍多啲，同埋佢都好想拍多啲同中國有關一啲嘅電影，能夠喺打出即係喺海外喺英國能夠多啲人欣賞到中國式嘅電影。